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科技结合家电，让大家生活更加利便。像这个电视已经进化到8K 的这个画质，参咱的面的毛光孔拢看会到。还有多功能的冷气会当当做是热水器来使用。还有上厉害的，下摆要开冰箱，唔免动手，只要轻轻啊打一粒涂骹，冰箱就会自动开门。 轻轻打落门就开啊！原来是冰箱结合智慧科技，只要挖近就会投射出光点，感应一下门就拍开。冰箱变聪明，但是价格嘛无俗，大约是25万。不只用双脚可以开冰箱，你今天拿锅子，只要用手碰一下，冰箱也会开。若是厨房的空间无大，妈妈伫一边咧煮饭，想要对另外一边开门，无方便的是。 这种冰箱是倒边正边拢会当开。另外，种全新8K 电视咧，画面内铁塔风景拢会当看甲一清二楚，也可以当透过声控操作。跟手机一样嘛，现在大部分我们人民的生活就靠手机嘛。那家电的东西，尤其生活家电也是靠物联网嘛，所以我们 AI 智慧的话也会越来越多。开机。 只要用讲话，都会当拍开空气清净机，甚至有多功能的冷气，也会当做热水器。科技结合家电，想要生活更加利便，钱就爱加赚一点啊。